慰或者想念的互动。回答模式一样要有对象加视情况自我介绍或问好，缘由再加上想念或安慰的事项。示范题：很久冇看到阿公嘞，回答天发老阿公问好，你會用辦講，請最少會講3句話。對象是阿公，問好，我係阿敏啦，你報個好麼？緣由，很久冇看到嘞。結合生活經驗，說明想念的事項。你今日凍人，你會到作假機晾衫，講唔會冷到哦。完整的句子就是阿公，我係阿敏啦，你報個好麼？很久冇看到嘞，你今日凍人，你會到作假機晾衫，講唔會冷到哦。每個人會跟阿公說的話都不一樣，我們再來練習另一個答案。阿公，我係阿花啦，你報個好麼？很久冇看到嘞，你今日4半夜，你會到裡面倒水，講唔會熱到哦。練習題1：你嘅好朋友阿靜會轉學嘞，你想會留意講到乜嘅話？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阿靜，緣由會轉學嘞，愛動盤的。結合生活經驗，說明想念的事項。你強容會保持聯絡哦，就和每周的內愛解博下聊，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靜，你會轉學嘞，愛動盤的。你強容會保持聯絡哦，就和每周的內愛解博下聊。